你唔係命苦，係生命後台嘅情感運行住悲情嘅木馬程序。你有冇發現一個好奇怪嘅現象？有啲人讀過好多書，上過好多課，讀懂無數嘅人生道理，甚至包括醫生、律師、療癒師等等嘅專業人士。當別人陷入低谷嘅時候，佢哋總能夠講出一大堆激動人心嘅智慧，係別人眼中嘅明白人。但係當事情真正發生喺自己身上嘅時候，嗰啲道理卻突然全部失效咗。當關係破裂嘅時候，仍然行為失控；事業受挫嘅時候，仍然情緒崩潰；感情出問題嘅時候，仍然整夜失眠。腦裏面明明知道答案，情感卻完全唔聽使喚。好多人以為呢個係自己意志力唔夠，於是開始埋怨命運，覺得自己命苦。其實唔係，因為道理只係借翻嚟嘅光，痛苦正係屬於自己嘅夜晚。知識可以照亮別人，卻未必能夠溫暖自己。點解會咁樣？因為喺 UF 五行生命系統嘅解讀，真正影響一個人嘅唔係你懂幾多道理，而係你嘅生命後台正在自動運行住一套負面嘅情感程序，就好似電腦中咗木馬一樣，表面睇起嚟一切正常，但係後台卻不斷喺度消耗你嘅能量。於是你明明好努力，財富同成果卻始終無法累積。你明明好優秀，卻越嚟越懷疑自己。同樣嘅問題總係一再重複發生。問題唔係你唔夠好，亦唔係你唔夠努力，而係你從來冇發現人生嘅劇本早就被一套負面嘅情感木馬程序默默操控住。如果你想知道你嘅生命後台究竟係邊一種情感模式喺度影響住你嘅人生，喺評論區留言木馬或直接私信我，我帶你一齊拆解你生命後台金水木火土嘅情感系統，睇睇到底係邊一套負面情感系統正在影響你嘅人生。